大家早，今天是12月10号，星期三。美国各大指数这2天都是变动不大，大家都在等待呢。今天晚一点这个联储局开会，例行开会这个结果，所以呢就先讲昨天呢就道琼斯最后只是跌了179点。第二天下跌0.38%不多，S&P 其实跌了0.09%就更加小。然后Nasdaq 昨天科技股市涨31点，很小，涨0.13%，Russell 2000涨5点，涨0.21%。所以来到今天的话呢，现在开盘大概2个小时，变动不大，4个指数。道琼斯最差的时候都是掉了98点，最好的时候呢是涨了253.3，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0.5% 左右。4个指数呢都是变动不大，大家呢都在等待了这个今天晚一点的这个东岸的时间。2点钟呢，联储局就会公报这个利率的这个结果。然后现在呢，这个市场呢普遍都是觉得联储局呢就很大的机会会减利率的啦，利率这个市场反应减利率减0.25% 的可能性呢高达90%。但是呢，最主要呢，大家肯定會留意呢裏邊的這個聯儲局，所謂一個點陣圖啦，就是看所有裏邊的委員的對於未來的走向的這個意見，還有就是最主要聯儲局主席鮑爾之後的談話。因為呢，先前呢，主席都會說了，本來他說12月份呢，應該有可能不減利率，因為呢，他都說了，聯儲局裏邊呢，很多的官員呢，這個意見是裏邊的 opinion 意見是分歧的，然後他可能會說呢，現在呢要小心一點的，或者會有一點點偏硬的，意思說收緊這個利率，不會可能下一邊不會這麼快再減的啦，這個就是聯儲局可能講話的內容。特別呢，聯儲局一直留意着這些數據，這些就業數據啊，風險就業市場現在這個可能害怕這個風險上升啊，這個通貨膨脹的壓力還沒有完全消退。所以呢，另一方面呢，這個10年公債利率呢，市場就這幾天一直漲啊，今天呢曾經最高呢漲到4.204。這個10年公債利率是9月初以來的新高，就是說呢，這個債券市場的這些 bond trader 覺得可能這個降息的週期呢很快會結束。它這個方向呢，其實最近的11月底的時候呢才開始改變的。11月底的時候呢，這個10年公債利率曾經跌破4%，是3.99%。所以今天呢最高呢爬到4.21的話呢，漲了不少的。然後呢，這個過了今天利率的走向以後的話呢，下次市場會關注下一個就是12月16號下個星期二公報的非農就業報告。因為先前呢已經有1個月的非農就業報告，因為這個政府停擺沒有的，所以下一個星期二公報11月份的，這個都是決定以後這個利率走向一個很重要的數據。商品方面呢，在這個利息會議之前呢，這個黃金啊等等呢都是上漲的。白銀呢首次破61塊錢這個歷史新高，曾經今天最高61塊6185，現在有點回落，60塊7毛9，還是漲0.21%。黃金呢就沒有這麼厲害，就是重新在這個4200左右徘徊，4203.82。比特幣方面呢，重新就回到92000以上，92326。個股方面呢，大股 Oracle 呢盤後會公布這個2025年第二季度的財報。它自從呢9月份這個高點以來呢，它這個 Oracle 的股價呢已經下跌了超過30%。
大家呢都會擔心它這個 AI 的它很大的支出，是不是可以真的是有盈利？現在呢，代號 ORCL 微跌的220.4毛，跌0.52%。它今天曾經漲到過222.1毛。好了，今天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